食完晚餐之後呢，就去便利店買翻幾款甜品嚟到試下，究竟邊一款最好食啦。今次呢，就係試足3款都係朱古力味嚟嘅，有雪糕，亦都有新地桶，睇下邊一款最好食啦。事不宜遲，嗱臨翻酒店試下味先。第一款呢，就試下呢一個新地杯啦，所有嘢呢都係用朱古力整嘅，上邊就係朱古力雪糕啦，中間呢就係朱古力脆片啊，下邊亦都係朱古力雪糕，非常之 heavy 啊。第二款呢，就係呢一個明治朱古力雪糕啦，入邊呢亦都有一啲朱古力脆片啦，但係朱古力碎嚟嘅，咁啊比較甜啲，比較多牛奶味，比較偏向小朋友嘅口味多啲嘅，冇咁苦。第三款就試下呢一個生朱古力雪糕啦，呢個係限定發售嘅，咁啊食落去呢，非常之濃嘅朱古力味啦，牛奶味同埋糖味呢係比較少，入口即溶，一啲水分嘅感覺都冇啊，正！今次試住呢3款，大家中意啲咩口味呢？留言話俾我聽。